做咗咧就係由嗰對腳開始先嘅，即係好容易攰啊、腳冇力啊、疲勞啊咁樣。咁我哋如果用拍打嘅方法咧，就可以舒緩呢個腳嗰個疲勞，強化呢個腳力，等佢退步得慢啲。咁啊點樣拍打咧？就好簡單嘅，即係有幾個動作，用兩隻手拍打呢個膝關節。首先就拍打呢度，正面拍打100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拍100下。跟住第二下咧就拍打呢兩邊啦，又係100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第三就拍呢邊啦，又係100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第四咧就拍打呢個膝窩呢度，又係100下，咁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拍打咧，佢就會使到我哋嘅膝關節嘅血液循環好啲，同埋你施加咗壓力咧，嗰個骨嘅密度係可以增加嘅，可以防止骨質疏鬆。咁我哋仲有咧，我哋得閒咧，坐喺度搭車或者係睇電視嗰陣時咧，可以按摩個半月板。半月板呢度咧係好重要嘅，佢係尤其是我哋做劇烈運動、跳躍啊，或者係奔跑嘅時候咧，首先要按摩呢個半月板1分鐘。呢度咁樣，呢嚿嘢咧就係半月板嚟㗎啦，咁樣。其實呢個按摩半月板咧，古代嗰啲老人咧已經係有實行咗好耐啦。佢哋得閒坐喺度傾偈嗰陣時咧，就喺度練呢個半月板咁樣。因為成日做啲拍打400下按摩半月板，咁咧就可以防止個腳嗰個退化得快，係咁啦。OK。